雪中悍刀行中，徐凤年身边的7大隐藏高手，有几位他自己都不知道。最强之人是2代北凉王的贴身护从。第7位青鸟，青鸟是徐骁培养出的天干4死士之一，从小就陪在了徐凤年的身边，外在身份一直都是梧桐院的大丫鬟，而他真实的身份也不仅仅是死士，而是曾经的4大宗师之一枪仙王秀的女儿。从小就跟随王秀学习枪术，一杆刹那枪十分了得，枪术已经达到了6品微优的境界。同样，青鸟也是徐凤年第1位自己试出来的死士。在第2次游历的过程中，青鸟在香帆城之外一枪破土甲，之后更是孤身入北邙挑战第5鹤，算是徐凤年早期身边的一个小高手了。不过随着徐凤年遇到的敌人越来越强，青鸟便被安排在了大雪龙旗中担任校尉，最终陪伴徐凤年归隐江湖。第6位红薯，红薯是吴素培养的死士之一，其本名宋小鱼，原为敦煌城城主的女儿，似乎也跟北邙女帝有着一些血缘关系。不过在敦煌城覆灭之后，红薯就被培养成了一位杀手，一直留在了徐凤年身旁，成为了大丫鬟之一，同样也是经常给徐凤年暖床之人。他跟徐之间的感情是从小日积月累产生的，红薯早就已经将自己给了徐凤年。在敦煌城中正式和徐凤年修成正果后，他还生下了女儿小地瓜，最后也同徐凤年一起隐居。红薯的境界虽然是伪金刚、伪指玄，但是作为10大杀手之一，红薯本身的实力也是非常出色的，至少不会比青鸟差。当然，他的境界也只能止步于此了，毕竟作为徐凤年的女人，境界也并不需要太高，早期保护他，后期被他保护就可以了。下面这个就是徐凤年身边的马夫了。第5位剑九黄，老黄就是将徐凤年带入武道之人。他原本是北凉王府的一位马夫，至少徐凤年最初是这样认为的。尤其是第1次游历江湖，老黄也没展露出自己任何实力。不过为了让世子学武，为了直面自己当初的失败，老黄时隔多年再度登上了东海武帝城，去挑战那个天下第2的王仙芝。那一阵，老黄一招剑九6000里，逼得王仙芝用出了双手抵抗。虽然最后身死道消，却也让徐凤年意识到自己要学武。老黄死的那一刻，徐凤年心中已经开始坚定了自己的目标了吧。第4位楚狂奴，要说徐凤年在自己家中遇到的第1位高手，不是青鸟，也不是老黄，而是一直被困在湖底的楚狂奴了。因为当初徐凤年不小心跌落湖中，就是他将徐凤年救起。从那时起，徐凤年就知道了自家湖底有个高手，所以有事没事就往湖里扔个烧鸡啥的。而老黄去挑战王仙芝之前，就让徐凤年将楚狂奴放了出来，以武力要求楚狂奴保护徐凤年一段时间，也是教徐凤年练刀的第1人。离开徐凤年后，就成为了公主坟客亲。多年后收到一封密信，前往了敦煌城，将小地瓜在北邙的消息告诉了陶满武后，便身死了。第3个李纯刚，老剑神李纯刚的当初一人一剑，纵横江湖几10年的时间，不仅6次击败王仙芝，更是胜过了枪仙王秀，一指将南海剑仙女子逼回了宗门之中，但却因为最后一次惜才放过了王仙芝，亲手折断木马牛，又错手杀死了自己的挚爱绿袍儿，跟齐宣真论道跌落心境，下了斩魔台跟随血谷互换一臂后，彻底对江湖失望，前往北凉王府隐居，听朝廷之下画地为牢。在徐凤年第2次游历时，被徐骁请出来保护徐凤年，一路上重拾心境，一声剑来，重返陆地神仙，再战王仙芝。广陵江更是一剑破甲2600，再度成就剑神威名。最后看到绿袍儿的转世后，离开人世，洒脱而去。第2位祁炼华，祁炼华是吴素的父亲，也就是徐凤年的外公了。他曾在春秋时期中就是13甲中的刀甲，一手刀法练到了极致。不过在吴素离世之后，祁炼华就改名为了吴江，在北凉王府之中隐姓埋名，成为了下等仆役。在还没和徐凤年相认的时候，徐凤年一直不知道这个老人就是他的外公，还是1等1的高手。但那些黎阳王朝派来刺杀徐凤年的人，几乎大部分都被祁炼华给挡住了，这才让徐凤年成长的时候无忧无虑。在同徐凤年相认之后，祁炼华告诉了他当年的隐情，然后孤身一人闯入了青天监，杀了800侍卫以及青天监的炼器士们，更是逼死了袁本熙。其实到最后，祁炼华也只是想当一个好父亲、好外公罢了。对于吴素的亏欠，算是在徐凤年的身上弥补了回去。第1位徐彦兵，有着北凉核弹头之称的徐彦兵，年轻的时候拜入了王秀父亲名下，因为枪术天赋极高，最后被王秀父亲请出了师门。他曾一人追杀了
北莽10位魔头，将10人杀得七零八落。在那个李淳罡一人一剑的江湖中，徐彦兵一人多次进入北莽草原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更是仅一杆木枪就挡住了陈之豹手中的梅子酒。而他进入北凉王府之中的原因，是因为多次刺杀徐骁被老黄挡下，跟徐骁打赌失败后留在了王府。徐骁死后成为了徐凤年的贴身护从。两莽大战中，一人一枪杀的北莽大军四处逃窜，也是18位宗师中为数不多在大战当中能够轻伤活下来的人了，实力可谓是徐凤年身边的人中最强的存在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！